使徒行傳第25章，菲斯都到任3日後，對凱撒利亞上耶路撒冷去。祭司長留猶太人嘅領袖向其告保羅，佢哋請求菲斯都恩准將保羅送去耶路撒冷。事實上，佢哋陰謀會在路上埋伏刺死佢。菲斯都按佢哋講：保羅掠下羈留在凱撒利亞，我冇急救愛轉去嘅位，你哋嘅領袖做得老愛窮下去，那係嘅人要做乜嘅犯法嘅事，就在嘅位告佢。菲斯都在佢哋嘅位係石頭半日，就轉凱撒利亞去。第二日佢就開庭，命令人帶保羅來。保羅來到，佢哋對耶路撒冷來嘅猶太人微微求起等，用千多嚴重嘅罪名告佢，總係全部拿唔出證據來。保羅為自家辯護講：無論係違背猶太人嘅法律，褻瀆升天，也係冒犯羅馬皇帝，呢條事我一件也唔識辦過。總係菲斯都愛本猶太人歡喜，就問保羅：你願意上耶路撒冷，在嗰位接受我對呢件案例嘅審判嗎？保羅講：呢下我就是企在皇帝嘅法庭，呢位就是我應當受審判嘅所在。我對猶太人並唔是做過乜嘅唔錯嘅事，呢也係你自家明明知嘅。那係我犯法有乜嘅該死嘅罪，我絕對唔會逃避刑罰。那係佢哋告我嘅唔係事實，無人做得將我交本佢哋。我愛對皇帝上訴。菲斯都老幾嘅參謀商量後，就講：既然你對皇帝上訴，你就去皇帝嘅位。過了3日以後，亞基帕王老伯尼基來凱撒利亞拜訪菲斯都，表示歡迎。在幾位喺幾日後，菲斯都將保羅嘅事對亞基帕王講：呢位有一個人係腓力斯留下來嘅囚犯，上拜我去耶路撒冷，佢騙猶太人嘅祭司長老長老來告佢，要求我將佢定罪。我老佢都講，就羅馬人嘅規矩，被告盲同原告對質，還望有機會為自家辯護以前，做唔得定罪。等佢都來到呢位以後，我冇延長時間，第2日就開庭，命令將幾人帶來，原告全部起起來告佢，總係所告嘅並唔係我想象嘅罪。佢哋老記爭論嘅係關係宗教嘅問題，還有一個名按到耶穌嘅人，兩人已經死咗，總係保羅講佢喊生生。呢個案呢，我唔知按樣辦判正好。我問保羅係唔係願意上耶路撒冷，才給位受審判？總係保羅請求將佢留下來，佢上訴到皇帝嘅位去。所以我命令將佢留在監獄度，然後押送去皇帝嘅位。亞基帕王對菲斯都講：我也想愛親身聽兩人講看咧。菲斯都講：天光日你就做得聽佢講。第2日，亞基帕王老伯尼基大擺排場，帶着一群指揮官老省內嘅貴族，強下入去大堂。菲斯都一命令，保羅就本人帶入來。菲斯都講：亞基帕王在座嘅各位，請看兩個人，佢就是在兩位老耶路撒冷所有嘅猶太人對我宣告，竭力要求我愛本佢死嘅，總係我查唔出佢犯到乜嘅該死嘅罪，同時佢既然愛對皇帝上訴，我就決定押送佢去。關係兩個人，我冇乜嘅確實嘅資料可以證明皇帝，所以我帶佢到各位面前來。
特别喺亞基帕王嘅面前查面案情後，我真有好上奏。照我看，押送小販冇指出罪名係無合理嘅。